妈，有啦，我都特别不开。好，好，有，我会吃饱饭啦。你同爸爸没 Q 用啊？好，拜拜。哦，要不然从太麻包从改上的表的嘛改，哎，有啦。我请考试咧咸菜干啊，做得。唔过我看到吼，除了咸菜干以外，有一粒玻璃菜，唔但抢一粒甜甜。有的地方，我妈妈咸死咧甜一粒玻璃菜，上来我当当啲苗栗讲，按太两粒的玻璃菜上来去做嘛该啦。韩国啊，两粒玻璃菜20栋9张色咧甜呢，佢按样我就会吃到豆那个诶。给做得拿来做嘛该好呢？Siri， 我做得老五偏数嘛嘅，老爱请一下吼，玻璃菜做得做嘛个料理？我听到玻璃菜嘅，做得吃困啊。哇！玻璃菜件呢，其实玻璃菜件也是一品当简单的料理，一腔萌萌的哦。韩国啊，冰箱底都有狗肉就做得来推五种，就做得来做玻璃菜件。韩国其实啦，微波炉就做得做出玻璃菜件咯。用下来看下，我准备按到乜嘅材料。好，假使娘夫卡好，有动到玻璃菜，唔滴安用诶，这样做得老几实体无相关。阿舅妹家下面有问 Siri 同我讲哦，做得做一玻璃菜件，故所以下就要来教大家用诶来做玻璃菜件了。好，一下有贵太麻粒的玻璃菜，玻璃菜啊，佢底头的蔬菜，我先攞佢切一刀，就做得甜甜的，然后一边攞佢剥下来，故所以下就来做了。第一刀，先来看一下，观察一下人嘅叶贝嘅馅呢，有冇？比如讲有萝卜，有一片叶贝，韩国人嘅底头就是叶片就做得攞佢切一刀，来卡刀诶，切下去。小块攞佢有冇撐開來看呐，再下來再個對葉片，輕輕嘅理下來，咁樣掃落去，底頭嘅蔬菜，再個攞佢，嘿，咁樣幾片就攞佢理下來咧。有一些咧，你可能冇相干，因为等下因为安尼牙签咩老几扎起来，再讲牙签咩老几冻的，一片一片理下来过后啊，要记得要浸到水底度，浸5到10分钟，然后呀农药洗剔。嗰陣阿佢妹一下有幾件洗好嘅玻璃菜，就到葉片，幾件洗好嘅咩切好嘅剝好嘅，一下就來教大家，因為玻璃菜嘅光嘅蔬菜下盤，故所因為老幾熟剔，熟下泡到嘅安尼，等下炸嘅時間就會當好炸啵。好來，一下來老幾熟泡，我記得徛到嘅咩時間，我強用愛生意。好，老幾安尼熟，然後有下盤咧也光嘅蔬菜，熟下泡到嘅，按用等下咩會下加熟，啲炸嘅時間咩唔會影響到，按用就泡泡嘅。有冇？熟好嘅以後啊，就會攞佢送到微波爐底度，攞佢微波一下過後，玻璃菜吧就會變到凍軟，就做得下好薄。好，一下就來加少水，因為要用微波，清好你就去個飲水機有冇？傾少水，傾出來，攞佢浸落去，最後變到微波爐底度，按你微波就會凍焦了。好，一下少水，倒落去。水加好嘅以後啊，就做得拿到微波爐底度，用大火來微波一下了。好，差不多微波2分鐘嘅時間。放落去，大火2分鐘。好，一下就來準備底度嘅料了。前面一開始好係先啦，蔥頭一開始先攞佢切啦，切到幼幼。好，撒下來。點多切一下，
切好以后，撒下来是按的银镜，银镜好，我留佢切一条一条，因为按等下我包到嘅玻璃菜件，我留佢剪起来，故手就係一条一条的切一下。 用顺通一条，差唔多4到5公分，做得切几啊条，等下就做得豉油包。啊，迄讲唔好食按粗的，做得切下油的诶，像按样。 好，撒下来好，因为好阿全部係什麼呀？什麼人就會講呢呢啊，做唔得食強多，故所人愛盡量減少人食材嘅熱量。迄假使講我嘅教育冇上愛不用按到，我就做啲家條嘅豆腐。其實好所有教育嘅內容，阿全部就會按樣做，比如講像乜嘅教育嘅肉圓啊，又係講肉餅啊，阿全部都會用按樣嘅方式，係嘛嘅睇家啲麼？就係加豆腐，因為豆腐其實佢嘅熱量當大。 韓國前後係去傳統市場買按樣嘅，嗬傳統口味按樣嘅豆腐，就做定拿來變到高肉地度，向下攪攪啊，按樣啊會增加人嘅量，你又唔會食到按到嘅肉類，韓國咩做得增加，也出乎新嘅卵白質咯。好，然後來老豆腐小口嘅切啦，切好嘅，以後。 好，做得糖度後面保爐底度嘅玻璃菜已經好誒，等下就做得拿來包也得夠肉。好好誒，以後留佢切啦，反正就係留佢切油油就錯嘅。切好誒以後，從頭不用落去，不用我嘅量150按度，按用就做得咧。 呀，夠肉，韓國蔥頭、韓國豆腐全部就變落去以後啊，然就做得來調味。韓國用做得帶薯啦，咪落去呀，本佢小口有鹽性。好，先來調味，鹽，韓國胡椒味落去。韓國好，基本佢做呀玻璃菜件，睇下可能睇到玻璃菜件會吃到係。 當傳統嘅一種口味嘅料理，不過其實阿佢們愛做呀西洋式幫香港嘅料理，古常人愛加呀係意大利嘅香料粉，加一啲嚟落去。其實呀像呀按用糟嘅香料粉，佢嘅味是會當重，古說唔是加當到哦，加當到可能嘅食物嘅味道會太重。好，存到呀醬油就做得落去壓攪啊，壓一下，佢嘅鹽性就會出來。 用按鈕，好誒，以後人就做得老人嘅玻璃菜件，去攞佢拿出來。好，做得看到好，因為加燒過後，呀玻璃菜件就會變到軟，嚇軟誒，以後人就做得攞佢包起來，一下我可能愛生意有一時嚟會錄，好有冇？一下就軟呢。 樣樣呢就做得攞佢包起來，攞佢變到人嘅竹擔。接下來拿湯匙，好，就攞佢搖起來，韓國變上來。好，因為因為包皮，故所做得攞佢搖下豆豆誒，包下包豆誒。好，像按樣，接下來銀鏡我攞佢變上去，銀鏡變上去。韓國啊，我來炸起來了，來2片，鹹上來，熬上來，韓國煎起來，按樣。古時候人嘅玻璃菜啊，聽說愛微波到軟來，喺冇嘅話吼，你按你愛煎起來嘅時間啊，就會可能會凍硬，就唔好煎。 好，按用插的，好，等等一下有冇？皮皮醬醬嘅玻璃菜件，哇，這麼個硬皮皮，按你就冇等一下，玻璃菜件皮皮就同等一下，有看清楚冇啊？故說等下還有冇 Q 嘅料理，叫做看下下一盤用嚟做。 好呀，玻璃菜件就玻璃菜件，上來做得做乜嘅變化呢？家阿佢幫已經同大家來分享嘅做得家條嘅意大利嘅香料，本件有呀無香樣嘅香味，唔單止按呢，阿佢幫還有秘密武器哦，就係呀
得tomato，睇家己吼，汤底都是爱放一粒tomato，加个糖米丝嘅酸味、香味全部就会出上来，呀汤就会变到含较好食、含较甜哦。故说今日像样爱利用呀 tomato 嘅甜来做呀玻璃菜件嘅汤哦，当天表哦，一下就来做了。接下来吼，呀 tomato 老吉先切一半，好，一半切太去嘞。好，太去，韩国南爱一般爱切幼幼，好，来切幼幼，切幼幼，做嘛个一般爱切太去，一般爱切幼幼呢？也是因为啊，要两种做得有无同样嘅口感，太去咧就会有做到tomato嘅感觉啊，细去咧啊，也切幼幼嘅啊，就做得半格嘅汤，含较纯味，还较有味丝哦。好，切好以后就捞几冰到安尼，台湾地度，等下就爱拿去米包了。好诶，以后俺就做得捞呀玻璃菜件冰上去，韩国安尼葱头，家下有剩一啲咧，咪做得捞几盐上去。韩国家下嘅眼睛咪还有剩，故所咪做得捞几冰上去。接下来俺就做得来调味了，来盐。家下几件玻璃菜件有一些嘞盐嘅，故所一下就标一些嘞，落蛋糕，香用调味，胡椒味，意大利香料又出现了，意大利香料。好，剩下来还记得 tomato 係乜雞嘅成分冇係脂溶性，故所聽說愛加油呀。橄欖油，乜嘅油就做得啦，反正就會愛本 tomato 油嘅脂溶性，加嘅營養將會釋放出來。韓國 tomato 醬，本嘅油含較多 tomato 嘅香味。好，後嚟以後就做得來加呀糖，其實迄個也不加油果糖，咩做得用果糖，希望你就加水就做得啦。加水，因為愛米波就愛扣水。好，倒上去。咁樣就做得拿落去米波爐了。好，甜點，記得米波爐愛半次米波3分鐘，3分鐘100，估數一下就來米波安尼玻璃菜件咯。哦，安尼玻璃菜件做好了喎，動手打開來俾大家看一下。哇，有看到嗎？看下玻璃菜件，看起來真係當好食呢。韓國啊，我唔單止按你做得食到玻璃菜件，我還有糖做得食咯。好，來試試看啦，呀tomato啊，韓國呀蔥頭嘅糖，聽到係當相當好食。好食，就像嘅意大利嘅嗰種。tomato 長菜糖嘅感覺，故所啊，其實按用當簡單就做為出呀玻璃菜件，韓國呀 tomato 嘅高湯了，大家聽咗我來試看下哦。